后来这个俗语讲一杯饮九水，也毋过晒乌，感觉食嘛有关系的。网络顶有咧传讲啉薏仁水、牛奶甲柠檬水有美白效果。啊，若感光类的食物，像芹菜、盐水上好莫食，还有深色的饮料，像咖啡、巧克力嘛上好莫啉，因为会来引发到黑色素调底。咁真正安尼咧？今仔日咧拍假特工队。受不了，防晒做得好却未必白得了。你有想过这可能跟您吃的食物有关吗？尤其是手中这杯咖啡，很可能就是导致你变黑的元凶。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希望也拍关键字，美白多找袂少食物的清单，亲像是啉薏仁水、牛奶、柠檬水有美白功效，那是深色的食物嘞。咖啡、高茶、可乐、紫米、乌豆、麻等等，也阁有感光蔬菜、高赞塔、芹菜、盐水，拢食了容易变黑。感光食物，它里面的化学物质会使得你的皮肤吸光的效果会比较好。那吸光效果比较好，紫外线增加，你的黑色素就会增加。这个人对这些成分、这些植物成分过敏。然后里面会有发炎反应，长期晒的时候，那些发炎反应就是会变成说是一个黑色素沉淀在里面。真正有伊的道理，不过无这么严重。人有内脏的维持代谢正常，和黑色素顺利排出。可能每天每餐都有吃到这些食物，然后跟你要长时间的接触到阳光、紫外线的部分都有成立的话，才会变成说会有一些感光的斑的部分。除了咖啡，网络也有谣传受伤的时候别吃太多酱油，因为会黑色素沉淀导致留疤。其实这也没有任何根据。像咖啡的黑是因为用豆子烤焦，焦是碳的颜色，黑色素细胞的黑色素跟碳的色素是不一样，不会说吃了那个有点碳化的黑色素，而导致皮肤变黑。想要预防黑色素沉底，这空喙好了后，烘拍的工作上重要。营养师提醒人的皮肤是基因决定，袂因为加啉牛奶、豆奶就变白，嘛袂因为咖啡、巧克力啉多就变黑。虽然含维他命 C 的柠檬水、食水果，加食惯确实会当抗氧化、减少黑色素，但真假会当辅助。若惊晒黑，平常时上好也是食时爱平均，敢若靠食是无效，做好防止一头晒的比较较实际。